最近一段惠英紅嘅採訪片段喺網絡上引發熱議，鏡頭入面嘅佢眉眼依舊明亮，笑容溫柔動人。63歲嘅佢頭戴潔白嘅頭紗，面對鏡頭輕聲咁講：如果你翻嚟嘅話，我哋就喺埋一齊啦。呢一句溫柔到近乎呢喃嘅話，如一記溫熱嘅風，瞬間揭起咗無數網友嘅淚潮。視頻發佈之後，短短數小時便衝上熱搜，評論區入面幾乎被祝福與心痛淹沒。佢等咗50年啦，真係好感人啊！喺呢一個快節奏嘅時代，仲有人願意咁樣等待，太唔容易啦。明眸皓齒依舊，卻係一個人走完半生嘅溫柔與孤獨。喺鏡頭前，佢笑得恬淡，似係同命運和解。但係喺鏡頭背後嗰句如果你翻嚟嘅話，卻藏住一段塵封咗半個世紀嘅思念。一個被命運反覆打磨嘅女人，一場跨越50年嘅等待。香港女打星惠英紅嘅愛情與人生，比任何電影都更加動人，亦都更加殘酷。第一章，3歲乞討，悲慘童年。惠英紅嘅祖籍係山東諸城，祖上3代係皇室血統，係滿皇旗姓氏，可謂係家世顯赫，田傾萬畝，奴僕婢女數不勝數。後嚟為咗逃難，惠英紅嘅父親帶住一家老小前往香港，用咗好幾箱黃金置辦咗家產物業，原本一切都平穩安逸。但係惠英紅嘅父親卻染上咗賭，從細返放學都需要僕人來回孭嘅惠公子，嚟到香港之後，亦都唔會輕易咁接受平凡嘅生活。佢開始頻繁出入賭場，每次都會被當地嘅賭徒呃到一乾二淨。好快，偌大嘅家業就輸得精光，原嚟嘅住宅亦都被典當拍賣，一家8口只能夠蜷縮喺樓梯旁嘅一座破敗嘅出租屋入面，日日靠住旁邊餐館嘅殘羹剩飯救濟。除此之外，惠英紅6個兄弟姐妹都面臨住乞討或者被拐賣嘅悲慘命運。為咗活落去，家入面年紀大一啲嘅孩子被父母賣到咗戲院，只要逃跑或者係唔認真學戲，就會面臨被打殘嘅危險。年紀細嘅則隨從母親上街乞討，通過賣口香糖賺錢。惠英紅喺3歲嘅時候就跟住母親喺碼頭討生活。惠英紅喺後嚟回憶嗰陣就話，當時啱啱開始上街乞討，為咗多賣幾盒口香糖，經常係睇到有人過嚟就直接攬住對方嘅大髀，結果有啲人劈頭蓋面就係一頓打，鬧到仲好難聽。從嗰時開始，我哋學識咗睇人面色生活。除咗生活嘅悲慘之外，惠英紅嘅父母對佢哋亦都係非打即罵。最幼則為惠英紅。有一次，細個嘅惠英紅喺碼頭運氣好好，接連賣出去好多盒口香糖，有啲客人仲俾咗佢一啲小費。開心嘅惠英紅便跑到附近不遠處嘅廣場上蕩秋千。當母親睇到女兒喺度蕩秋千嗰陣，氣急敗壞咁跑過去，拎起女兒嘅頭髮就往地下撳，往家嘅方向邊鬧邊拖住走。到咗家門口，惠英紅原本以為事情就已經結束啦，點知估唔到呢一個只係前菜。只見母親衝入家門，揾咗一根皮帶同埋一捆麻繩，喺惠英紅仲未反應過嚟嗰陣，就被母親用麻繩緊緊咁箍住咗手腕，將佢吊喺房檐上，用皮帶搏命咁抽打佢。母親邊抽就邊話：你都唔睇睇自己係個乜嘢樣嘅嘢，有咩資格同第啲孩子一樣去蕩秋千啊？今日我就等你食藤條炆豬肉啦！呢一個係惠英紅童年時期嘅一場噩夢般嘅經歷。嗰一日嘅惠英紅成身係傷，但係都仲係被母親帶住去乞討。從嗰時開始，惠英紅明白人生只能夠靠自己。雖然有親人，但係無家。
除咗經常捱打之外，佢從細就經歷咗生離死別。惠英紅有幾個哥哥姐姐，佢哋唔需要同埋弟弟妹妹一樣到碼頭乞討，只係佢哋嘅結局更為悲慘。惠英紅嘅父親因為家底早已經倒空咗啦，成日魂不守舍咁匿喺破敗嘅小屋入面，無力出外討飯或者係賣力做嘢。於是惠英紅嘅母親便出面聯繫咗戲園子，將幾個年紀比較大嘅孩子託付咗俾唱戲嘅師傅撫養。呢一個睇似係一條好好嘅路，但係當時嘅香港碼頭魚龍混雜，各界嘅地痞流民數不勝數，好多去戲園子嘅貧苦孩子都被嚟鬧事嘅惡霸當成咗擋箭牌，面臨住亂棍打死嘅悲慘結局。母親深知呢一點，但係佢仍然狠心得不顧孩子死活，揾到咗戲園子嘅師傅，將惠英紅嘅哥哥姐姐賣咗入去。嗰一日，惠英紅眼睇住哥哥姐姐被捉走，佢哋不停咁跪低哀求母親，但係母親仍然冷住面招手，等身邊嘅戲園子嘅大漢快啲帶佢哋走。隔住圍欄，惠英紅睇住哭喊不停嘅哥哥姐姐漸漸被拖走，空氣中彌漫住令人十分難過嘅悲傷氣息。咁樣10年奔波流離嘅乞討生活，喺後嚟惠英紅嘅回憶中係刻不見底嘅絕望。就喺佢認為自己嘅一生只會如此淒慘同埋殘破嗰陣，命運同佢開咗一扇窗，佢睇到咗美妙又溫暖嘅愛，以至於佢用一生去尋找同埋堅守。第2章，美好的初戀係救贖，亦係等待。一個晴朗嘅午後，13歲嘅惠英紅賣完咗一盒口香糖之後，用餘光睇到咗一個正在注視住自己嘅男生。經過10年摸爬滾打嘅動盪生活之後，惠英紅摘得咗一眼就識人嘅本領。呢一個男仔睇樣只有20歲，生得挺拔俊美，係個異國混血兒。身上嘅衣服透露咗佢嘅身份，一位參戰嘅美國水兵。惠英紅正在詫異之間，嗰個男孩竟然徑直向佢行過嚟，攞出一張硬幣要買佢嘅口香糖。呢一個時候，惠英紅先至察覺出呢一個人接連幾日都買過佢嘅嘢。佢一時仿佛放低咗提防，口香糖竟然順勢滑落到地上。嗰個美國水兵笑咗一笑，執起嚟之後，用唔太流利嘅粵語調侃咗佢幾句。喺感到對方嘅善意之後，惠英紅更為大膽咁同佢攀談起身。兩個人喺港口旁嘅欄杆上，仿佛一對重逢後嘅密友一般，有一句冇一句咁傾住彼此嘅心事同埋過往嘅經歷。一連幾日，惠英紅都會滿身歡喜咁去碼頭等住與男孩相見，邊賣口香糖邊享受住心碎萌動嘅甜蜜。喺嗰段時光中，惠英紅感受到咗被愛護嘅滋味，甘甜美善。有一次，惠英紅等咗好耐都唔見佢過嚟，不由緊張起身，到處東張西望。冇幾耐就睇到咗男孩從附近嘅酒吧出嚟，手上帶住幾包薯條，滿面興奮咁快步行向惠英紅。嗰個係惠英紅人生中第一次感受到被關注，嗰幾包薯條亦都令佢體會到人間嘅溫情。心入面有幾苦嘅人，只要一絲甜就可以填滿。呢一句話亦都同樣適用於喺惠英紅身上。喺暗無天日嘅乞討生涯入面，佢一度以為自己嘅人生早就冇希望啦。但係呢一個男仔嘅出現，使佢重新燃起咗希望。佢第一次如此開懷咁笑，佢心諗，只要我可以每日都見到佢，唔理我嘅人生幾咁糟糕，我都唔覺得失望。喺惠英紅不斷恢復住對生活嘅信心嗰陣，好景不長，嗰個男孩卻表示自己即將離開前往戰場嘅消息。嗰一日同往常十分唔同，男孩滿臉悲戚，佢向惠英紅話：我要走啦，去越南，可能再都翻唔到嚟啦。講完，兩個人就陷入咗深深嘅沉默。惠英紅睇住眼前嘅男孩，
佢唔想接受佢自己好唔容易遇見嘅幸福，轉眼之間就要消失唔見。但係唔管點樣嘅不捨，終究抵唔過命運嘅轉盤。就喺男孩即將離開嘅前一日，韋英雄第一次瞞住母親冇買口香糖，而係同男孩喺碼頭旁嘅一處拐角處促膝長談。男孩不停咁講住自己嘅恐懼同埋無奈，臨走前將身上全部嘅積蓄全部俾咗韋英雄。臨走嗰陣，男孩鄭重其事咁詢問韋英雄 ：Can you teach me how to speak Cantonese? I love you。你可以話俾我知廣東話入邊嘅我愛你點講嘛？韋英雄心頭猛烈嘅一震，緩緩地咁話：我愛你。男孩對視住佢，模仿住口型話道：我愛你。二人相顧無言。嗰一日嘅夕陽揮灑喺男孩嘅身上，身邊散發住柔和嘅光輝。嗰一刻，韋英雄覺得佢真係似自己嘅英雄，而佢要堅定咁等待住佢嘅回來。呢一種確定係靈魂入面嘅堅持，仿佛超越咗歲月嘅滄桑，而種植到心入面。隨住男孩嘅離開，韋英雄嘅人生迎嚟咗轉機啦。第3章，從舞廳到打星，獨自療傷。有一次，香港發生颱風，暴風過境嗰陣，韋英雄屋企嘅破敗木屋被揭走咗房頂。喺冰冷嘅夜風中，韋英雄下定決定唔可以一輩子都過住暗無天日嘅討飯日子，佢要改變自己嘅命運。隨住年紀嘅增長，韋英雄唔再滯留於碼頭，而係流連於歌舞廳嘅附近，睇住進進出出同等年紀嘅女孩都着得十分華麗體面，佢心入面亦都不由得羨慕起身。佢好快便引起咗歌舞廳理事嘅注意，理事收留咗佢，並揾人教佢跳舞。為咗賺錢，喺舞台上有更多嘅演出機會，韋英雄對自己十分苛刻。喺練基本功嗰陣，抵啲女仔壓個腿就叫苦連天，而韋英雄卻咬住牙一聲不出。而且佢仲要求自己必須記住每一個舞女嘅位置同埋動作。吃得苦中苦，方為人上人。喺韋英雄如此高強度嘅要求之下，佢出色嘅舞台表現引起咗導演張徹嘅注意。經過簡單嘅交流之後，張徹被韋英雄身上嗰種堅韌不拔嘅品性所感染，決定推薦佢出演《射雕英雄傳》中穆念慈呢一個角色。韋英雄本就係一個只要見到一啲陽光就會搏命往上爭取嘅人，喺日日夜夜嘅琢磨同埋修正中，佢對於穆念慈精準嘅演繹贏得咗邵氏兄弟嘅青睞。隨後佢簽約進入咗邵氏，喺片場拍戲嗰陣，佢被稱為不要命的韋山良，鼻青面腫係家常便飯，甚至有好幾次腿斷咗腳折咗，佢都忍落嚟啦。喺當時嘅香港演藝圈，武打演員層出不窮，但女武打演員卻好少，而韋英雄係少之又少嘅女武打演員。佢即使係腿斷咗，亦都會堅持表演。喺幾十年嘅從影生涯中，佢好少用替身，即使係面臨被男人群毆、不吊威也、直接跳落16樓等一系列極為危險嘅戲份，佢都絲毫不逃避，經常渾身是傷咁返到屋企。佢知道想要改變自己嘅人生並不容易，必須忍得別人受唔到嘅痛苦，只有咁樣先至有可能睇到鳳凰涅般嘅希望。後嚟隨住香港影片嘅發展，武俠片漸漸沒落，取而代之嘅係喜劇片、警匪片同埋文藝片嘅發展。呢一個時候嘅韋英雄不但面臨事業上嘅危機，生活上嘅危機亦都如約而至。父親過世啦，母親得到咗老年痴呆症，漸漸咁唔認得佢。人到中年嘅韋英雄只能更加賣力嘅工作。所幸佢豐富嘅人生經歷對於佢演藝事業有好大嘅幫助。喺轉型嘅10幾年中，佢嘅敬業同埋負責，
同佢贏得咗數不盡嘅榮譽，佢成為港台史上獲得金像獎影后最多嘅人之一。但係佢總係會諗起13歲嗰時遇到嘅嗰個男孩。第4章，從地獄走出的影后。2025年4月，65歲嘅惠英紅企喺華表獎嘅領獎台上，成為首位摘低金像獎、金馬獎、華表獎3金大滿貫嘅香港女演員。佢身着一襲素雅禮服，神情堅定，喺聚光燈下微笑致意。但係邊個都諗唔到呢一位榮耀加身嘅影后，曾經無數次喺黑暗中掙扎，幾乎行到人生嘅盡頭。喺嗰場獲獎之後嘅採訪中，佢回憶起自己38歲嗰年嘅人生低谷。嗰時香港武俠片市場急轉直下，佢呢一個曾經風靡一時嘅打女，突然間失去咗用武之地，冇劇本、冇片酬、冇舞台。惠英紅從昔日嘅票房保障淪為無人問津嘅過氣演員，情緒一度瀕臨崩潰。我患上咗抑鬱症，整整5年冇辦法出門。佢坦言嗰段時間佢試過靠酒精、藥物麻醉自己，甚至有一次喺服落大量藥物之後意識模糊，跌喺地上抽搐不已。係妹妹破門而入，先至將佢從鬼門關拉咗翻嚟。佢入嚟嗰陣，我已經喺度嘔白泡啦。命運好似一把鈍刀，慢慢咁割住佢嘅意志。但惠英紅冇就此沉淪，佢用盡全身力氣，一啲一啲爬出嗰個冇光嘅深井。我從細喺危機底下生存，所以我從嚟都唔回頭看。呢一個係佢接受採訪嗰陣講得最有力嘅一句話。嗰個唔係宣言，更加似係戰鬥過後仍保持姿態嘅自述。呢啲年，佢從不回避自己嘅過去，包括喺眾人面前承認整容、承認面上縫過89針嘅經歷。我嘅眼睛大細唔一樣，成個鼻都係斷噶、歪噶，呼吸唔到啦。嗰個係拍戲嘅時候被踢噶。佢舉手比劃住自己臉上嘅疤痕，呢一度眼骨係打開嘅。醫生當時仲話，如果再被打一下，我嘅眼睛可能就要跌出嚟啦。呢個唔係戲劇台詞，呢一個係一個喺影視圈沉浮數十年嘅女人真實嘅傷痕與倔強。喺佢嘅面上，歲月留低嘅唔單止係皺紋，更加係一層層搏死爭翻嚟嘅尊嚴。然而，即便喺人生最晦暗嘅時刻掙扎求生，重新攀回巔峰嘅惠英紅，仍有一樁心事從未解開。佢可以挺過事業低谷、肉體傷痛，甚至係猝死邊緣嘅孤獨與掙扎，卻始終冇辦法割捨心底嗰一份最柔軟嘅真念，對初戀嘅等待。如今63歲嘅佢依舊無兒無女，身邊亦都冇所謂嘅靈魂伴侶。喺外人眼中，佢係戰勝命運嘅影后，係不分主義嘅代表，係無懼孤獨嘅強者。但唯有佢自己知道，心中嗰一段關於佢嘅記憶從未褪色。嗰個係佢少女時代嘅初戀，係喺動盪時代入面短暫照亮佢世界嘅光。50年嚟，佢未曾再遇，亦都從未放低。有一次，佢前往美國領獎，特意舉辦咗一場為當地老兵而設嘅慈善晚會。佢換上最得體嘅禮服，精心打扮自己，如同多年前嗰個令人心動嘅少女，喺台上微笑住咁向台下嘅老兵詢問：你哋之中有冇人曾經去過香港啊？語畢，現場安靜咗一瞬，冇人回應。嗰一刻，佢面上嘅笑容依舊溫軟，但喺回程嘅車上，嗰個微微皺起嘅眉心與不經意滑落嘅沉默，卻洩露咗佢內心嘅落寞與遺憾。50年嘅等待，早已經將嗰份情感沉澱成骨肉。佢不曾大聲咁講起，卻也從未真正放低。佢等嘅唔係一個人，係一個時代，係少女心中嗰個溫柔嘅夢。